你们在叫咩帮客栈，恁客栈方便话，行业面的当中恁客栈方便话。学店门，学店门，你们走，保红呢？保红的是，你是购餐，购餐节500，餐节500，面买看500，面买看介休光嘴，面买看介休光。开休光嘴，店面，店门，走，保红，你是购餐节500，面买看介休光嘴。学店门，走，保红，你是购餐节500，面买看介休光嘴。学店门，走，保红，你是购餐节500，面买看介休光嘴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目戴眼的海荡，若能前面带做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